台中大坑的登山步道，不管是平日假日，拢有不少民众来挑战爬山。其中1号登山步道，阁有一座体粉场，有12道的体粉设施，要互大家挑战体力、练体能。 要伫咧吊桥行甲真紧是真无简单，偏偏拢是考验平衡。你的体力敢有好？伫咧大溪体能训练场试看卖，就当知影。大溪体能训练场其实历史真久，是真侪台中人欢喜。前几年伫咧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装修了后大翻新，其中这关奇珍之路是上困难的关卡。秋冬这个时间去那里凉爽。 又没有小黑蚊，所以大家来这边应该都是做一个很好休闲的游戏。啊，人这关轨道车是飞起风流落来，嘛是受到大家环境下，必须2人合作，才当互车行电动。那这个也非常适合亲子来做双人的这个拉绳索的这个运动。想要自头到尾挑战成功，真正是考验体能。趣味所在，互大人囡仔拢真爱来一个吃爽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